你係咪星星啊？係啊，我係星。大家好，我今日去台灣，我會帶俾大家一個不一樣嘅台灣之旅。開始！如果中意我 YouTube channel 嘅 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，咁隔離個鐘仔有新片你就會知㗎啦。我哋去啦！1 hour later， 買咗國光客運嘅車飛，跟住就去台北車站。我哋就係去呢個5號月台啊，搭呢個1819去台北車站。我揾咗勁耐呼吸嘅段純真，原來喺呢度喎 ！OMG！ 台北嘅第一餐段純正牛肉麵，跟住嗌咗2杯珍珠奶茶，然之後嚟個炒手，個炒手係我食過最差嘅炒手之一，我係夾落去散嘅，好一般。擺入口之後都係散嘅，唔知食緊乜。跟住個段純真個牛肉麵呢。啲牛肉好硬咯，但個湯底係唔錯，一般般。我嚟到啦，西門町 ，I miss you。嚟到我台北的家，跟住去睇下個廁所，好似都骨子唔錯。跟住之後過嚟，係 ，it's me，hi。跟住之後張床，咦，唔錯。跟住入邊有個電視仔，跟住之後有個少少嘅呢個廚房間。同埋呢個雙人床仔，同埋有 sofa， 有埋茶几 ，great 可以食嘢啦 ，good。就係呢個無腦鍋，上一層，好方便啊！即刻就有位啦，跟住就有飯同埋調味料。台灣呢個係特調醬油喎。同埋佢係蒜泥水咯，第一次見蒜泥水。雪糕豆腐啊，可愛啊！跟住同埋叫咗一啲丸。個雪糕豆腐就整10到15分鐘。跟住叫咗個牛小排啊，哇，好靚啊！啲肉質分佈。湯底咧係有啲鹹嘅，好重胡椒味，但係都係好野味嘅感覺。個辣湯底咧唔係好辣，牛丸好好食，個醬都好特別嘅，唔似香港咁死鹹。仲有個水蜜桃冰沙飲咯，好清甜，好清嘅陣味。個辣湯底咧唔係好辣，唔錯。佢又唔鹹又唔辣，佢冇香港嗰個麻辣咁辣，係香辣。佢入口會滲咗一陣藥材味，好快就散開。我覺得呢個鴛鴦鍋都可以點，因為佢同我哋平時食開嘅麻辣係好唔同。同埋咧，佢湯底咧唔係好油，又唔係好肥，又唔係好滯。我食呢間早餐叫富士山之珠，佢係響延平南路嘅36號之一。呢度淨係收現金㗎咋。跟住又有紅茶，又有牛奶喎，好多嘢飲。誰說不能當主角？嚟到台北第一日嘅早餐啦，就叫咗個香腸同埋呢個蛋，試下先。唔錯，叫咗呢個蜂蜜雞扒嘅 brunch 啊。有薯餅啦、手打麵包啦、太陽蛋，有奶同埋呢個紅茶，同埋有個沙律嘅，同埋呢一個手打豬肉嘅蛋餅啊，正啊！佢呢度咧嗰啲口味都係偏淡嘅。呢把咁有趣，係咪一個刀嚟啊？可以咁樣。個紅茶幾好飲咯，太甜，又有茶。總括嚟講都唔錯嘅，都係一個好酸嘅早餐。我哋到咗士林行政中心站啊，跟住行路行7分鐘，嚟到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。我哋終於嚟到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。呢個嘢好特別啊！海王動畫25週年紀念特展，今日
日嚟到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睇呢個 One Piece 展覽啊！展覽去到4月6號，咁每張飛就480蚊台幣。好大隻啊，高過個人啦！好靚啊呢度！我覺得呢一個位置好特別啊，因為佢吊住每一個動畫嘅場景，猶如置身喺動畫當中，個感覺真係好特別啊！佢逐格漫畫將佢放大再停留。我咁快就睇完呢個展覽，如果真係 One Piece fans 咧，都可以嚟睇下㗎。嚟到呢個光華商場嘅當橋，呢個係華山1914創意產業園區啊！好靚喎呢個花，好一個文創區。哇，有埃及館添喎，好靚啊！嚟到咗呢個紅磚六合院。龍珠呢個館啊，係要俾錢入場睇㗎，單人票460，雙人票850。哇，票啊！呢度無限追加鴨血同埋豆腐，我要執着，我要加鴨血同豆腐，我要加2轉、加3轉、加4轉。你邊個貧民窟走出嚟㗎？